军甲美国买29套海马斯火箭系统传出头一批已经送到台湾，这陆军500炮指部当咧做接种训练。检方查到这通出党市场干部涉嫌伫受中国1000外班配合国台办伫总统大选的时阵进行二作战，已经去互检方起诉。伫法院司委会今仔日考察台北地检署，问到警察部公开执行状况，和外界质疑讲是想要干涉着司法。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初4 AM 新闻，我是嘉豪。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到咱台湾的国防。讲到咱的这陆军呢，甲美国买29套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传出这头一批伫10月时阵已经送到台湾。目前是由陆军的500炮指部当咧做接种训练，会当强化咱台湾无对等的战力。若讲到这中信造船呢，因有负责这防空型的原型舰，进度是有超前。今仔日早起办这安良典礼，总统赖清德也特别落难出席。另外，因为风台天延期的这空军天龙操演，在今仔日也正式开始咯。晚上2000战机起飞，场面正震撼。空军天龙操演因为空内风台延期，随时正式进行空对空、空对海、空对地等战机的竞赛，验收年度成果。其中航空科目正考验飞官电导高压的反应。另外，陆军也新装备报道，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威力正大，场面正震撼。咱陆军向美国买29套的海马斯，听讲第一批10架已经来啊，这么由陆军的500炮指部伫咧进行接种训练。有关本案，目前都依照工作的节点执行各项的交装和准备的事项，进度正常。海马斯若搭配陆军的战术飞弹，射程会当到300公里，用导引火箭是当一边射6点。短时间内火力的密度正大，而且机动性正悬，会当强化咱无对称战力。甲新闻被抗日机进行纪念碑，由海军甲中信造船签约建造的轻型顺风艇。其中航空型原型舰随时进行安宁骨典礼，总统赖清德特别落难参加。中科院研制的防空飞弹、反舰飞弹，并且整合先进的征收、火炮以及战斗管理系统，会以更高的机动性肩负起海上巡弋的责任。航空型原型舰是海军第一代国造二级作战舰艇。将会将航空加反舰飞弹等武器，航空舰的连轨已经成型。2台2500吨轻型顺风舰原型舰，其中航空型进度超前，反舰型今年1月也开始动工，2台拢安装伫咧2026年10月进行交船。海军即马搁再编预算要买10台，互国舰、造舰加国防自主行向新的里程碑。记者综合报道。人讲战火无情，这罗西亚和乌克兰战争到今已经是要第3年啊！这期间呢，拢有台湾人去到当地加入这国际军团，今摆也传出第2位战死的台湾志愿兵阿达，伊的战友今日接受媒体访问时阵，讲到这阿达受伤的情形，伊是讲甲后甜。穿军衫，背景有阵阵的枪炮声，这是伫俄乌战争不幸阵亡的第2位台籍志愿兵阿达。生前翕的前线卫兵，最后伊看视频，忍袂住吐大气。甲阿达出生入死，前目睭看到伊倒落去的战友潘文雄，这是被踢到安全地区了后，才成媒体实时访问。想起迄时阵的情形，忍袂住后甜。炮弹的落弹点就在阿达旁边，所以他的腰部被炸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伤口，那个时候瞬间就失血，他躺在地板上，然后跟我们的队友说他没有办法动。那个炮弹炸下来的瞬间，我们连续3次差一点就当场被炸死。转头回去看阿达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找不到他。炮弹弹着阿达的时阵，甲25岁文雄李立公笑，因是今年7月斗阵去乌克兰加入正规军的友伴。伫还原迄一天，雄雄甲俄军伫森林中交战，遭到猛烈炮击，甲另外一个台籍医疗兵阿基带伤兵甲后兵才换来。这一摆共都有22人殉职，阿达就是其中一个。他活着回来以后，都哭得很惨，因为他是我们队里面的开心果。平时他会煮饭给我们吃。然后呢，他也会去喂当地的小动物，甚至他还会拿军队里面的一些食物、米去分给当地的这些难民。
伊讲阿达讲话真趣味，而且心地善良。伊表示继续留伫乌克兰协助阿达处理相关后事，佮行完6个月合约，也透露目前乌克兰正规军当中，连在内一共有3个待招志愿兵。因为他们的孩子还小，所以有可能希望是用委托的方式来安排。商请这个高雄市政府设立一个信托的账户，抚恤金能够取得放在这里，那以后能够提供给他的孩子的生活与教育费。甲代志志愿兵保持联络的黄春生牧师讲，已经协助外交部联络乌克兰国际军团，因为阿达3囡仔未成年，父母年岁已经大，无规划去乌克兰，应该委托乌方处理相关代志，佮由代理人去领差不多代票914万的抚恤金。记者综合报道。海基会前董事长郑文灿因为牵涉到贪污的官司，已经来请辞。海基会当干事会今日推选，而且通过由前监察委员吴鸿山来接海基会董事长。吴鸿山表示讲，赖总统甲伊问议员的时阵，拢是拒绝做备选的人选就好。不过，这届国家甲伊定调说落来，也拍拼两华和平共赢。作为国民一份子，那国家征召的时候，我们有权力扮演逃兵。本人承诺，海基会毕竟以存好心、说真话、做实事的态度承担责任，并且以两岸和平共荣为盼望。今天本人也建议，对口单位海协会同一脉动，同步堆垒善意，进而两会携手，挥别柳岸，迎向花面。吴鸿山表示，这两岸事务真复杂，两岸政务拢是军国大政。吴鸿山也特别讲到，赖总统就是演说强调，对话取代对抗，交流取代包围。对华领导人习近平也捌讲过两岸共赢，因此和平发展追求共赢，才是两岸福祉上界大保障。检方对查这中共介入选举，发现讲这统促党内面省长的干部和伊的太太涉嫌收中国7400万。按照这中国国台办的指示，伫伊主持的广播电台、抖音也个 Meta 等社群平台顶头，来影响到今年初总统大选进行认知作战，甚至佫考考这国军，若准这两岸烧战的时阵，伊就爱投降，互检方依照反渗透法等罪嫌起诉。甲统促党总裁张安乐几下摆同齐翕相党内的省长中央委员兼党的发言人，主持的广播节目定讲统战言论，即马互控诉收集办代志。这一次的演习，台独党上下真的有吓到，所以证明祖国大陆适时的宣示台湾海峡的管辖权是必要而且有效的。各大社群平台一直更新影片，尤其两岸议题，讲甲是喙甲全破。检方发现，伊甲涉案家后2人涉嫌用广播甲社群诽谤香港社运人士，佮加定宣扬解放军军徽，抗衡咱的国军两岸战的时阵放弃抵抗。原来幕后有黑手，就是中共国台办，予以7400万要求照顾念，无一出认知作战。在其所主持之台湾向前走广播电台节目以及网络平台介入我国选举、罢免及公投等政治议题，影响我国民主法治之正常发展，严重威胁国家安全。阿波罗互起诉涉嫌反渗透法以外，也涉及中共改选为四大公投立委罢免案。今年初总统大选受对华指示，拢有插一卡，受要影响舆论倾向，违反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等罪嫌。7000几万，你哪不爱归去讲7亿外啦？啊，你7000几万是安怎来？我所讲的言论啦，甲统促党意向的主张拢总共款，并无讲啊，一定受到啥物人的好处，较讲啥物人的话。面对检方起诉，涉案干部法冤枉家己的言行，拢甲统促党的理念同款，敢是摕好处完全无关系。也毋过，中共渗透的手法真侪，若是会散播假信息，找大商做媒介，一摆就连政党也互控诉加做这个管道。我相信，对于中共而言，他当然会希望说，能够在台湾内部有一些能够组织化的一些团体那当然就是政党来去帮助中共去实现在我们台湾内部的一些政治的宣传。
对话经政党下手学者分析锁定伫政治便利性，透过国内政党名义间接影响民意，中共为几啊方面来入侵，咱国民众爱提悬戒心，有关单位防范也爱对着脚步。记者综合报道。又过风台出现了，这第22号风台银星，目前是伫咧台湾的东南方，台卡是2000多公里的海面。随着这太平洋高压的引导，未来72点钟将有可能出现2种风向，一个是往西边去入去到南海，这几率是上介悬，对台湾是无啥影响。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转向北边，无排除挖进台湾。气象署也表示讲，这爬山是关键，挖进陆上岛了后，速度会变慢。也那咱敢会发布这海上风台警报，这部分是需要观察的。性台风预估在周三前是稳定朝西北方向移动，随后呢是穿过巴士海峡进入到南海的几率最高。那这个路径仍然是有变化的空间，而且会影响周五至周末的台湾附近的天气。3天到5天这一段时间是在安行岛里面，如果会往东北走的话，就是进入了西风带，不见得会靠近台湾说多靠近，它可能会完全散掉，已经不像其他的季节了。这个转弯都是很大的转弯，靠近的过程呢，转弯之前会减慢，比较多的电脑模拟是往西进。气象署初步预测，银杏风台拜五到礼拜是上接近台湾的，无排除含东北季风有强盘效应。这方面，桃园以北东半部唔但温度会降，会过落雨。另外，气象专家也指出讲，这银杏后壁拜六关岛附近呢，搁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正咧发展，目前是无确定，但是无排除11月有双风台的发生几率。讲到前几天，这空类风台拄走尔，惊透早咧，伫咧菲律宾东方海面，搁再出现今年第22号风台金星。按算拜三会进入到台湾的东南外海，路线才会较清楚。另外讲到这东北季风当咧变强啊，这正方面的大台北地区，依然花莲台东也着爱注意落大雨情形。拜透早各地头拢是好天气，对下晡过开始，东北季风落南。气象署表示，北部地区温度会降较济，各地头早暗温度变化也会较明显。6号、7号的清晨，北台湾这里的温度呢开始比较明显有些下降，特别是在7号清晨这段期间，是有可能来到这种19度、20度的温度。气象署也强调，除了温度有明显的变化，到拜三进前，北海岸宜兰地区特别受到东北季风这方面的影响，会有较明显的雨势。像是在今天晚上到周三的这段期间呢，最主要降雨几率最高的还是以桃园以北的区域到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为主，特别是宜兰地区，在5号到6号的这段期间是有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另外，伫拜一晡暝3点半，今年第22号风台银星形成。气象署表示，风台即马是往西北方行，未来影响咱台湾济也是少，就爱看拜三过了后，续落来伊若是通过陆上岛北部甲南海这段期间，是毋是甲东北季风互相影响？若产生加强的作用，雨水就会变较高，就有可能会造成大水祸发生。目前也有一寡变数，气象署又咧观察。另外，气象署也提醒民众，这几天爱注意天气受东北季风影响，气温早暗变化会较大，出门爱加套一领衫。记者张家佳、柯秉哲台北报道。来看台中昨下晡有一个11岁查甫囡仔，伊伫咧敦化路二段含这仁平路口的时阵，迄个所在骑脚踏车要过车路，却互一台奥多摆撞到，又搁互一台枪仔车交过，不幸来过往。教师讲，这个囡仔是向冲出来的，也若这车祸原因，警方正在调查。这台脚踏车轰落到外国切出，警方伫现场采证，提起意外发生迄当时，2名驾驶员拢表示，看到查甫囡仔当要过大路，也毋过已经被负反应啊。他就是从人行道冲出来，他一定是没有在看，所以我们2个人才都来不及。我不确定他们2个怎么撞在一起的啦，就是我只知道他们撞到一起的小朋友，那个小朋友是飞到中间来，我已经来不及反应了，飞到内线到那边去了。意外发生伫初三下昼3点外。国小5年仔的细黄查甫囡仔骑脚踏车，为台中市北屯区敦化路2段下斑马线要过路口，骑伫敦化路上的机车，亲像因为打挡未扶弄到后壁的旅行车，佮将查甫囡仔交过。紧急送医也是相当不利，查甫囡仔父亲质疑驾驶车辆的速度可能伤过紧。那个车是不是开很快？
因为他放行车记录器给我看，他是慢慢放给我看的，所以他速度看不出来。整个路口的行进中，闪光黄灯的路权是比闪光红灯还要大的啊。另外还有一个是自行车，它是一个起步起始的状态啊。那机车及自小客车它是行进中的状态啊，是行进中的车辆它的路权是会比较大的。警方表示，这个路口属于 TT 路口，迄当时是离峰时段，号志是闪黄红灯，两名出代志驾驶酒测大失灵。迄当时敢是有超速，要爱调查，两个人拢以过失致死罪嫌函送。警方也表示，查甫囡仔根本6岁，家己骑脚踏车并无违反《少款法》规定。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认为，这个路口有改善的空间。穿越的位置啊，刚好在这个机车待转区的前面，所以如果待转区有停满机车，那有要穿越的人就不容易被察觉。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表示，除了透过交通工程改善，在交通伦理上强势用路人，也爱对弱势用路人加一份注意，加强合同的道路观念，才会当降低意外发生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有一个查甫人，伊驶共享轿车，警方甲伊抓落来了后，发现讲这车底内面有大麻电子烟，真有可能是假毒驶车，目前是有甲伊检丢。也因为这共享轿车是租来的，无多甲靠车，这双北也拍算讲要甲永久停权，袂当搁再租车，避免这款共享的汽机车互摕来犯罪。赛车摇摇摆摆，违规划过上黄线，顺路警员查落来超出有毒的电子烟。这大麻哈，你没有抽，为什么会有这东西？扣到的烟油成分掺有大麻。赛车的细林查甫人租共享汽车上路，伫台北市南港巷抓到，辩解讲赛车无食毒，不过警方已经采检到疫，无排除涉及毒驾。经南查发现持有第2级毒品大麻烟弹及电子烟吸食器。讯后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倒酒驾引起的交通事故，定造成重大死伤。即马搁较有人借着共享汽机车自动卡要起互查到，也会当规避事后靠车顶状况，造成共享园区变作交通安全的一道隐忧。民众使用共享运具如果有毒驾的一个行为，我们一旦查获，就会通报给所有的共享运具业者来实施联合性的一个停权。先会先把一来看，只要和警方处理有无照驾驶、口座外交等情形，已经甲业者合作，采用永久停权。搁较伫今年6月，将毒驾列为重大违规行为。台北市交通局也回应，驾驶共享园区有毒驾、酒驾，还是重大交通违规，拢有相关防治措施。我们主要停权的部分，主要是属于道交条例里面的重大违规行为。他吊扣牌照完以后，因为他会员资格还是存在的嘛，当初在注册会员的时候，他的驾照是有效的，我们都会予以通报所有的业者，会予以停权。地方政府出招，防止共享汽机车变做盗案的空棚，只是也有人会乱空棚，驾照已经互吊销吊扣，所以警方查核进前，继续用共享车来逮捕，都惊造成重大公安事故。事情安怎预防？相关单位亲像爱慎重思考。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外来种青皮杜丁伫台湾的数量一直在增加，主要是伫咧中南部。这屏东今年1月到10月已经掠超过24000只了。一寡青皮杜丁会食农作物，伫咧万丹呢，着这当地农民组成志工团要去甲因掠。暗时手电笑这树仔时阵，就当看到几60只青皮杜丁跳落来，这数量是真惊人。手电照向树仔，一只青杜丁跳落来，四界走，亲像路青杜丁好。志工赶紧去掠，这暗时火车是再加满，至少有100-200只。80岁了，我经过你啊现翕到，啊伊旧里啊日头透中呢，我讲阿嬷你咧创啊，伊讲伊咧顾遐绿鬣蜥蠓来食伊的红豆啊。几啊只青杜丁都趴伫田边休困，民在自助拉布大队，实在是因为附近高屏溪、屏东万丹乡伤过济，定定走去田里偷食，好农民真困扰。有鸟鼠啊，有绿蜥拢有啊，绿鬣蜥哦，树仔骹就拢有啊啦。因为青杜丁伫野外无填到生态力强，屏东今年1到10月已掠超过2.4万只，掠拢掠袂了。民代呼吁中央甲地方政府爱提供掠资源，甲农村补偿。今年预计也是会超过3万只左右哈。那事实上，我们都利用很多的这个管道跟经费哈，
来这个争取相关中央的补助的钱，来做一个相关的移除的工作。台南北州行政区要菜道顶，道边将伫永康上合公园2摆看到一只将近70公分真大只的菜道顶。绿鬣蜥来讲，其实攻击力不会攻击人，但是它的繁殖力太高了。那也呼吁大家，如果说有绿鬣蜥发现绿鬣蜥的话，我们会进行移除。真大只的菜道顶经过通报，顶礼拜六已经获市府抓到。全国菜道顶移除数量每年千元，主要集中在中南部。各县市重点式移除控制，唯独菜道顶族群减少产生更较大的危害。记者综合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看这新闻，讲到美国总统大选伫初5要投票啊，这民主党的何锦丽和共和党的川，这选举进程的最后一个拜六礼拜，拢去摇摆州投票。不过有选民表示讲，因还未决定好势要投给什么人。也有一个阿拉伯血统的选民是讲，因为美国政府对以哈冲突的态度，因无要投给何锦丽。美国总统大选最后阶段，两党候选人拢来到摇摆州进行最后的冲刺。民主党的何锦丽选前最后一个拜六，分别去乔治亚州、北卡罗来纳州甲密西根州做势，希望会当转变伫摇摆州一寡落后的情形。Georgia, we have an opportunity in this election to finally turn the page on a decade of Donald Trump.Who spends full time trying to keep us divided and afraid of each other. We're done. We're done with that. 根据上新民调显示，何锦丽伫全国民调领先川普3个百分点。摇摆州方面，何锦丽伫内华达州领先3个百分点，威斯康星2个百分点，乔治亚1个百分点。两人伫宾州甲密西根州是拍平。共和党的川普只有伫亚利桑那州领先4个百分点，也毋过全拢是伫误差的范围内。川普拜六先后去维吉尼亚州、北卡甲宾州做势。I put everything on the line for you, and including my life itself. We don't want your money. I don't want any money. I don't want anything. We don't want. All we want is one simple thing: get out on Tuesday and vote. 因为美国大选是采用选举人票制度，除了缅因州甲内布拉斯加州之外，赢伫这个州的普选都会当全摕到选举人票。七大摇摆州正做影响大选结果的关键角色，也毋过有摇摆州选民表示，到今还未决定要投给什么人，因为唔知影这张选票敢是真正重要。The things that matter the most to us are the things that neither party is giving us, and so it's literally sometimes like choosing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because none of what matters to me is on the ticket. 伊强调，确定的是绝对袂投给川普，也毋过有阿拉伯的选民指出，对政府处理以哈冲突的态度失望，拒绝投票予何锦丽，甚至有穆斯林转向支持川普。They don't care about us. I don't care about either. So I'm not voting for either. For now, 1,000,000% I'm not voting for Harris, and I'm undecided at this point. 关键摇摆州之一的密西根州有全美国上侪阿拉伯的人口，顶届投票大约有7成阿拉伯选票支持拜登，不过民调显示大约有4成的穆斯林支持绿党候选人，川普得到18%的支持率，何锦丽是以12%落后，也予大选的结果真歹无聊。公司新闻陈慧婷编译。巴基斯坦第二大城拉合尔初三个再正做全世界空气污染上严重的都市。当地这国校啊呢是停课一礼拜，落工拢家己咧厝内面上班。另外来看这英国有15000人伫咧伦敦的市中心游行，要求因的政府呢就要重视英国溪流抑个大海环境。这支棒球队伫茫茫梦中练球，热爱棒球的巴基斯坦人伫垃圾空气中看球员偷拍甲喷走，这个故事摆写着热血之权，热血封锁，我的旁遮普无垃圾空气。这显然是拉哈尔市民上大希望，也毋过青山迄日拉哈尔第2摆登上全球空气污染的头一名。伊所在地旁遮普省官员，有人做报讲，这种垃圾空气有毒，对儿童的伤害真大。学校应该强制学生挂嘴安。जरूरी नहीं कि हम लोग गवर्नमेंट की तरफ ही देखें, कुछ हिस्सा हमारा भी है, हमें भी कुछ न कुछ उस गवर्नमेंट के हिस्से में हिस्सा डालना चाहिए।
根据全球空气品质指数，拉哈尔初二数据是1042，初三是1009，达到史上上海，超过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危险基准300真侪。当局已经执行包括要求50%的上班族离厝工作等措施。巴基斯坦环境官员表示，有毒的垃圾空气的源头来自印度小稻草飘过来，要透过外交管道甲印度谈判。初三伫英国伦敦市中心，大约有1.5万的民众上街，要求政府采取行动，清理英国的河川甲大海。有名的歌手演员都加入，刘小和平野生动物信托基金、英国备准协会也拢支持。一位美术作家表示，自从水公司私有化了后，英国的河流、湖泊甲海洋愈来愈侪污水排入，实在是伤超过。Unfortunately, 85% of our rivers are failing to meet the standard of good ecological status. 社会民众要求政府对水资源监管机构、甲环境署进行检讨，各对违反现有污染规定的水公司加强执法。英国水务协会 Water UK 承认目前水务系统无啥好，相关运作伤复杂、伤慢，未当阁拖延重要基础设施的升级甲优化。公司新闻温慧玲编译。立法院选委会今仔日去考察台北地检署，问到这警察无公开执行状况，和外界执机是想要干涉到司法。那赢立委吴宗宪就表示，唔是针对个案，不过这北检违反警察无公开的事实呢，是一再发生，希望各界来检视。也那民众党立委张启凯也表示，这警察无公开的成效若准无好，就检讨法务部意思。红楼处拉起采访线，以避免媒体跟当事人间会直接冲撞。家立委介绍台北地检署的媒体区设置情形，并且入去案件受理中心看作业流程，也有警备车出入的车道，少提嫌犯的空间，也是立委关心的重点。不过，立法院司委会考察北检有关监察无公开的执行情形，拄好伫民众党主席郭文铁裁定 NR 了后，和外界质疑想要干扰司法。我再三一直强调侦查不公开违反的问题，即使到上个礼拜都还有很多的讯息泄露出去，所以本次来跟个案完全无关。因为柯文哲在最近这2个月来泄密或者违反侦查不公开，这太严重。既然人民纳税钱要你把侦查不公开做好，维持我们法治的一个基础，连这个都做不好，那这笔预算很抱歉，我们会大幅的删减。张启凯强调，这个会期是预算会期，法务部检察署1亿的预算内面就包括监察无公开的施行，讲若是效果不好，就会太预算。不过这边考察，民进党立委是拢无来，用行动表达反对立法干预司法。我这个时机点当然并不恰当了哈，因为这很容易让社会各界认为说是不是立法院在介入到司法哈，在对司法施压了哈。侦查不公开，其实一直以来，其实我们相关的规定也好，或各地检署在落实执行，或检察官在做这执行，其实我们都有要求啦。那检察官他们也会具体来做了啊。针对吴宗宪到底考察北检，民进党团书记长吴思瑶质疑，可能会造成北检逼迫侦查大公开，违反侦查无公开的原则。法务部是回应，侦查无公开本来就有规范，尊重立委考察加审预算的权责，会搁再加立委沟通。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交通局公职处长张应东和机关指控讲，可能有性骚扰行为。就这市政府的员工投诉讲，指控1年到单，上无有5个查某员工互伊性骚扰，其中有1个人就因为这件代志来离开。代志逼出来了后，拢无甲伊停职，即期市政府咧甲伊暗号。市政府表示讲，已经有成立调查小组，若准性骚扰成立，就会甲伊处理。这位是台中市交通局公职处长张应东，有欺负员工甲机关投诉讲，伊敢若是对部下性骚扰。其中一位受害者就讲，这个处长伫9月初6，利用伊入去办公室的机会甲伊骚扰，借故抓住他的手臂，抚摸他的手臂，握手，甚至抠他的手心，甚至还对他说出看到你，我真的很痒，感受到深深的恐惧，他再也不敢来到这个办公场所上班。另外也公布另外一位受害者，希望朋友斗3天的对话，内容讲到这个处长叫伊单独出来甲伊约会，来换上北开会机会，这位员工无去，尾仔就被处处针对，甚至被摕掉主管的职务。议员讲，即马知影有5位女员工受害，时间自2021年到即马，已经有1个人报警，5个人提出申诉。
这个处长这么人是请等假，提申诉书的同仁，那第一个跟这个处长必须不能够在同个上班的场所，甚至有这个工作上的权利上的这个上下关系，所以处长当然从那个时间点，我已经先请他就请假，等到这个调查结果出现。台中市高等局讲，这么已经成立调查小组，针对被害人、加害人、证人进行四遍访谈，按算规个调查天数一定2个月来完成。若是事实，就会严挺。立宪基金会讲，伫咧这场顶时对捕获的性资料，不管被害人是不是有申诉，这个单位拢应该主动来处理。那他要去把这个危险因子拿掉。比如说，真的就是发生在这2个人之间，那虽然被害人不提出申诉，可是已经知道他们2个有发生这个事情。那职场这边就要针对他们俩的工作的状况做一些处理了。立宪基金会讲，这场性资料的被害人定定因为犯罪，或者是考虑到生活甲工作唔敢申诉，医疗的单位也是有义务，伫咧被害人同意的情形下，进行保护加职务调整，也有进行调查停诉，保护当事人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国军英雄馆除了这餐厅有对外营业，也要提供给军人、军官甚至是营民带饭的服务。不过，这旅馆业管理规则，这旅馆是营利事业，申请人就要有商业登记。不过，经营这国军英雄馆的军友社是社团法人，也有这用地等等的相关问题。期限到了后呢，无法度合法，确定在明日2月初3过后，就先暂停带饭的服务。巷道设计真侪防空通道，房间也拢是军事风格。这间连长房是国军英雄馆内面的特殊房型，也有会让真侪人住的9条好汉房。房间内有真侪军用品、大通铺的设计，正适合团体来住。因为一般房型就敢若是商业旅馆。有200间房间的台北国军英雄馆，因为无符合观光署发展条例相关规范，决定只敢若营业到明年的2月初3。然后这个重新规划。去规划一些，比如说多元服务啊、餐饮啊，这些休闲的一些设施，然后继续的来去服务我们的官兵，服务我们的退伍跑者。经营者军友社是社团法人，无法度照规定申请旅馆业登记证。军友社讲遵守法规，旅宿部分先暂停，看是毋是有其他方式，若是当符合法规，则可提出申请。这么将会先转型，计划要组织其他复合式的服务，要拿餐厅是继续。我们一听到消息，赶快问他你餐饮做不做？他说会做，我们好高兴啊！有次我们从海外回来，很多人都住在这里，他这里比较道地。比较传统。听到旅宿服务被暂停，有电台来的人客感觉真可笑，因为甲附近的旅宿比，国军英雄馆毋是盈利性质，计效有优势。像一间双人房，一顶大面床的套房，价日1晚2000，无共附近3000旅馆的一半，也搁加早顿。业者认为无公平，因为我们的消防检查，我们的所有的食安什么东西，这么多居住单位在管啊，他们那个也很多东西也没有合法的问题啊，在竞争上的点就不公平了。观光署2019年制定的发展观光条例内容，国军英雄馆、港属会馆顶招台所，要伫10年缓冲期内申请旅馆业登记，限期就要到啊！全台湾8个国军英雄馆大数服务拢会暂停，因为港属会馆、权责机关教育部这么伫咧辅导，其中正成功大学城大会馆已经伫去年摕到旅馆业登记证，其他若是无合法的，公司也收起来。记者综合报道。有40年历史的台北市大安区和平新生天桥，这市政府本地是今仔日要甲拆掉。不过民间团体发起联署抗议，市长蒋万安也决定讲，要限在地沟通暂时卖拆。天桥拆除应评估，城市记忆要保存。民团体发声保存城市记忆，有40年历史的台北市大安区和平新生行人天桥，是北台湾上受欢迎的 MV 念名桥，包括导演杨德昌的电影《依依》，立案的因一男女拢卖伫遮出境，也毋过因为达到使用年限，市府关键初时要拆除，民团发起联署抗议。上面写着，这个天桥呢，现在年龄42岁了，然后它因为地方需求的缘故，应该被保留下来。请问一份9月做的报告，为什么10月就决定要拆除？请问这1个月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交通局说明，信义佳人天桥拆除了后，交通事故减少真侪，会规划拆除和平新生天桥，屯桥位置有界行车安全，也是以安全角度思考。在拆除上我想是有助于行车安全，而我们的配套还是有的，包括前穿线的退缩，包括庇护岛，包括栏杆，还有整个号志实质的配置。我们都会做一个安全的检讨。不过，市长周万安只是爱加强甲地方沟通，目前和平新生桥确定暂缓拆除，不过北市也有另外一条天桥等咧拆。虽然年限达到40年以上，苹果计划安全要顾虑，当地居民也支持拆除。中正文林路桥等咧拆，不过像承德路甲民权西路口的天桥，最近几年才正式无障碍升降梯都无被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桃园的复兴乡这新兴部落唯一对外连外道路，也因为这崩山加上失电，有34个民众掉伫咧山区。另外，伫新竹的司马库斯也有150个民众掉伫山内面，也赶紧空投物资互因咯。空军总队直升机几台飞机拢载物资完成空投任务。空雷风台侵袭台湾，造成桃园复兴山区受灾情严重。新兴部落唯一对外路未通，而且佫停电，34位民众袂输敢若生活伫咧孤岛。区公所赶紧要求协助，空军总队先空投物资，路伫咧礼拜日晚暗也暂时畅通，会当运送生活物资。里面目前还断电断水，因路程比较危险，小朋友也都还没有到学校去就读。那复兴区目前停电的户数大概降到大概差不多是200户左右比先前的上千户已经少很多了。所以我想桥已经抢通了，以后这个进度会加快。虽然对外这条路暂时畅通，不过惊讲路基还佫无啥稳定。伫最近1礼拜，依然限制一般车袂当出入，只敢若开放以4轮传动的车会当出门去买生活用品。台电也赶紧入去部落内面抢修。尽管受到风台大雨影响的，也佫有新竹的司马库斯，因为真侪所在路崩山，车无法度过，变做孤岛，也派直升机空投救援物资。其中包括了8.1公斤的药品，还有面条、米、口粮、罐头，这些泡面，以及鸡肉、猪肉、鸭肉等等，以及还有小孩子使用的尿布、奶粉等。司马库斯差不多也佫有150位居民，这嘛欠食也欠药啊。吹沙第一遍起飞空投，因为山区大网部无法度执行，计长工1个杯，总共背3台次到1.5吨的物资。包括8.1公斤的药啊，目前已经顺利完成运送任务。记者综合报道。顶个月27，这新北市邦桥捷运府中站的电梯向落落来，害2个人受伤。这受害者的家属今仔向市长来တင်情，校友期表示，市政府一定会负责任，1个月来完成鉴定报告，来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我的诉求其实很简单，我只希望我的受伤的家人，可以得到一个公正，然后适当的对待。这个老爸讲话是讲到后甜，原因是因为新北市邦桥府中捷运站附近天桥的电梯，10月27的时阵电梯向落落来，造成伊55岁阿姊分尸几个所在骨断去，病医捌发出病情危险的通知，因那伊8岁后生是2骨喙齿，伊即个市府对外隐瞒因的伤势，原底讲会提供上好的医疗资源，不过煞干那剩电梯的厂商甲家属的指责。电梯厂商的保险公司那里愿意先垫付一笔资金提供给我，都要等到别人拿到别人的钱，才可以来所谓照顾我们这个受害者吗？我想要提供给家属这个有50万的一个相关的医疗的相关看护费用，先给家属，但是家属并没有接受。难道我们所有台湾人谈在医院就不重要吗？没有，很重要，都很重要，因为既然他有这2天在救，所以他这2天没有去看。那谁来救我们？我们一定会帮你。这个老爸当兵甲校友义တင်情，希望伊受伤的亲人会当受到公正的对待。校友义强调讲，已经有请区公所设立专职单位，甲家属保持联络。卫生局嘛会针对医疗需求提供协助。因若这个8岁囡仔后续教育的情形，嘛会强化辅导。只要在公共领域发生事故，政府就是要负起责任来，在1个月内要完成事故的鉴定。只要是厂商的责任，政府一定追究到底。
进前第三方公证单位初步判定，电梯内底3条瓦斯全部拢断去，是造成这届事故主要的原因。不过到底是厂商的问题，也是检修单位嘛有责任，也搁要进一步来调查。即嘛家属敢若希望市府会当照聘照行，互伊受伤的亲人后续会当得到完整的治疗。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车路，咱常常当看到种这微型的电动车。这款微型电动车的时速规定袂当超过25公里。虽然讲是骑慢慢啊，不过这几年事故有关有在增加。进前因为免挂车牌，常常发生事故。这事故发生的时阵，却是找无人来理赔。交通部对111年11月底修法，开始规定讲民众就爱挂牌。这2年的春秋期伫要到啊，伫今年的11月30进前一定爱挂牌，若准无挂。上重会当罚到3600。微型电动车后壁车牌搁挂电动自行车5个字，徛伫街仔路。若是无伫11月30进前去办理挂牌，30开始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会开罚1200至3600，保管车辆禁止骑车。那你知道他要挂牌吗？要，我知道，要找店家去帮忙办。对啊，他就全部办到好。已经找到了，还没去而已。民众表示，伊会赶伫月底进前紧去挂正式的车牌，伊也支持这个政策，因为有挂牌投保强制险，若是有事故发生，也会当保障双方的权益。另外，加入台湾电能车辆发展协会车行业表示，这个月确实有真侪民众赶紧来办理。像我们早期的客户，他们如果有来做检查什么，我们会先跟他们做提醒。对啊，当然选择权还是在车主啦，也是有客人像现在11月了，他们就是赶这个月挂牌。根据交通部统计，全国微型电动2轮车事故件数111年有8499件，53个人死亡；112年佫提升到9000多件。公路局也表示，因为事故量逐年增加，无挂牌要追究责任是较困难。交通部自111年11月30开始修法到今，互民众2档的时间挂牌。因为较早吼，咱这个电动自行车吼，因为无需要挂牌嘛，无需要投保，所以有迄个呢改装啦、超速啦，各种事故会增加，各种事故无法度理赔这个问题。公路局也表示，完成时间到这个月底，提前要为挂牌投保强制险的民众，爱紧把握时间，才袂互人罚。另外，虽然微电车时速袂超过25公里，不过也是需要戴安全帽，甲奥多摆同款禁止超速改装违停，呼吁民众遵守交通规定来避免意外发生。记者张家嘅柯秉哲台北报道。嘉义溪口乡公所为了要让在地囡仔认捌到故乡的准高，用这溪口乡内有300多年历史的柳仔高圳做主题，举办这行托活动。唔但要教囡仔重视水资源的环境，也要来认捌地方的发展历史。大人甲囡仔摕到资料，伫高圳的边仔，详细来听这条柳仔高圳这300多年来的改变甲历史。溪口乡公所配合学校举办高圳的行托。要带家长甲囡仔为高圳来认捌在地。柳仔高圳是300多年的历史，其实比嘉南大圳搁较久。溪口等于是嘉南大圳的圳尾，所以大部分灌溉的部分拢是挖靠着柳仔高圳的水源来做灌溉。因为遮无来过，毋过就是我就是透过安尼讲解，就是有。更较实在安尼。伫较早的农业社会当中，高圳除了有灌溉的功能，嘛是生活中真重要的资源之一。透过行托的活动，实际看到高圳带动农业甲聚落的形成，向家长甲囡仔了解溪口较早的生活。对遮拢较早拢是走马看花安尼甲看过啊，所以即届有迄个导览，会使互我搁了解即条大圳以前安怎流、安怎行、安怎下遐迄个田落去食水。农夫是安怎就是灌溉我们的农田的也出水甲也排水系统整个流程。溪口乡公所表示，这个高圳如果无来了解，平常一般拢会当作是普通的水沟仔，带因来认捌高圳，除了要学习地方的历史，嘛希望向家长甲囡仔来传达保护水资源环境的重要性。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看金音创作奖是文化部主办的，逐年拢会公布台湾流行音乐的原创音乐奖项。今年已经是第15届，有3800多件作品来参加。今年也有优秀的台语歌、台语专辑得奖，包括着
农村武装青年等等的团体因所创作的台语歌。有学者认为，讲这台语运动已经来到关键的时刻了。看到真侪新世代创作者用台语表态，古来就带头带动的效果，带动无语的复振。讲家己的话是基本的人权，讲家己的话是身为一个人的尊严。对即马开始，咱做伙拍拼，将家己的母语讲转来，甚至甲写转来、读转来。台湾独立乐团农村武装青年以一首台语歌《阿母的话》得到第15届金鹰奖最佳民谣歌曲奖的肯定。主唱讲约达强调，民谣哪有可能无土地，土地哪有可能无母语，鼓励大家讲母语。另外，今年金鹰奖也敢有拍摄少年的台语专辑《噪音工具》得到最佳摇滚专辑奖。若是市民前辈呢？伊若是咧耍音乐呢，我感觉伊可能会想讲，爱先做一个台湾人，再做一个音乐人。即个话我感觉要送互大家，就是咱爱先做一个台湾人，唱台湾的故事，甲阮的故事唱互你听。以台语摇滚音乐出名的拍摄少年，引用倡议台湾民族主义的革命家苏明的话，希望用音乐唱台湾的故事，肯定台湾人的身份。长期咧做文化研究的教授曾家英表示，这几年开始有一寡台语创作者有意识在公开场合用台语电词，伊认为台语运动已经来到关键时期，慢慢咧透过较大众化、较柔软的方式，咧甲台语的议题混合化。咱会希望咱做创作者、表演者，这个语言本身伊毋若是咧表演，伊更加是咧做一种生活。有人行伫咧头前，冲足紧的，遐即种的人嘛，应该有因为无头前的人，你方向都无法度抓好调。嘛爱有就是较柔软的，徛伫咧中央的人，伊才会当甲袂入来的人考入来。学者认为，济老一辈的台语创作者无一定有台语意识，真欢喜看到有愈来愈侪新世代台语创作者，也是意见领袖，豆豆啊用台语表态，甲做身份认同。伊认为安尼看来都有带头的效果，嘛通带动台语的发展。记者卢尚如、曾俊尧台北报道。关怀文教基金会伫台语文创意园区举办台语音乐节的活动，邀请到金曲歌王谢明佑、声乐家圣歌队，还有这合唱团来唱这经典的老歌，吸引真侪人来参加。甚至还有住伫咧屏东的加拿大民众，为着要学台语，特别拼来彰化参加音乐节。这首写台湾农村牵牛犁田、透南西拉雅歌谣的牛犁歌，互台下的民众听甲真趣味。关怀文教基金会伫台语文创意园区举办台语音乐节，邀请金曲歌王谢明佑来唱歌，有牛犁歌、月夜愁、无破梦这歌真有代表性的台语歌。时间上，咱台语歌有做者透南和变化，所以我经一歌依照伊的时间性、伊的历史。变化所选的歌单，我感觉台语歌特别珍贵，对台湾社会特别珍贵，是伊拄啊好记录着。因为当初大家毋敢写政治，只好写生活，所以记录着足侪生活的模样。除了有谢明佑带来1970年代进前的台语老歌，还有安排声乐家、合唱团的表演，请袂少爱听歌的民众参与。其中还有住伫屏东的加拿大人，为着学台语，特别拼来彰化。Because I like Thai culture, and I want to learn. I want to be able to talk to Taiwanese people more, and I think Taiwanese comes from the heart. So I want to get better at Taiwanese. 听歌王唱歌对伊唱歌，大家学习，做伙享受咱家己台湾的文化。关怀文教基金会表示，台语文园区年底还有2项大代志，就是户外歌戏参台语家庭日，透过丰富趣味的活动，要互大家同齐来佚佗，小少讲台语。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讲到台湾布袋戏大师李天乐的法国徒弟班任鲁最近出版一本册，记录伊是安怎成做台湾布袋戏师傅。伊20岁时阵来到台湾拜李天乐老师做师傅，今年伊也已经70岁了。伊也讲伊真感谢李天乐老师的开放甲自由，互伊用台湾的布袋戏讲出西方的故事，行出家己的路。Je suis allé le voir
Et puis je lui ai dit voilà, je voudrais apprendre les marionnettes. Alors il m'a regardé de façon un peu bizarre parce que 来自法国的班仁宇讲出50年前来到台湾向李天禄老师学布袋戏的过程。伊讲伊真感谢李天禄老师是一个开放有想法的师傅，当初就是老师甲伊迷惑起，伊才开始将西方的故事结合台湾的布袋戏。50年过后，如今伊嘛出一本新册来记录伊对李天禄老师学布袋戏的过程。他突然发脾气了。我说老师，你为什么发脾气了？你们法国肯定有肯定有故事可以讲。我说当然有很多故事可以讲了。那你不要继续演台湾布袋戏，你要做你自己的创作。那这个我要是。现场嘛有济济名人来到现场替班仁宇的新册徛台，有来自荷兰的戏红啊、博士、罗宾，嘛有介伫各种场合用布袋戏开场的金主法国大使李庆良，这寡人士拢甲班仁宇同款，拍拼将台湾的布袋戏宣传到国外，用台湾的布袋戏来做广告。我太太跟我讲过在巴黎的时候，她说你后面会当卖演布袋戏咯，我讲是安怎？啊，你著把两只手在那比来比去。我嘛会晓，哦，你嘛会晓，安尼好。后边以后若要演讲开场活动啊，是哪？你去演法语发音。台湾人真的太不一样，所以我去以后到台湾以后，我也做布袋戏。班仁宇嘛讲，伊真思念伊甲李天禄老师搬亚台戏的点点滴滴。这本册名，我一个法国人就安尼成为台湾布袋戏红仔师。简单的一句话，嘛点出因师仔师傅之间的感情。记者陈阿选、林小凯特别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今日台北、桃园、新竹对21度到25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2度到29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7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1度到28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9度到26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